百家樂每局都好似一次未知嘅探險，但我總能有驚無險。第一局開閒，先翻開，發牌出嚟睇對唔對？閒9點開門巷，下一局開莊，莊4點，莊贏，接落開閒，非常準，8點閒直贏，下局開莊。4點莊贏，又講啱咗，下把仲開莊，莊8點又啱咗，最後開把閒，冇驚險，只有驚喜。